個區入邊有本地人嘅夜市咧，代表真係有人住啦。首先，同埋咧係會有一個非常之穩定嘅消費力喺呢一度嘅呢一個地區啦，非常方便嘅一個地點，入場價唔會太貴，大概港紙都會有一個一房單位，投資回報咧非常之好，因為有外國人加持，外國人係非常之中意呢一區，因為佢哋方便，並唔係因為佢哋豪華。咁呢個夜市嘅經濟咧，又點樣同樓價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呢？今日就同大家探討一下。想了解海外物業，我係石勝 Jayden， 陪我一齊放眼世界。咁首先講下呢個觀光夜市同埋傳統夜市有咩分別啦。咁觀光夜市咧，著名嘅有呢個 Rothesay 嘅火車夜市啦，或者係呢個 Patong 喺 Satun 嘅呢一個 Night Market 啦，仲有呢個 Bantatong 喺 Chula 嗰邊呢一個非常之有名嘅食街。咁仲有最出名嘅當然就係 Jodd Fairs 啦，呢個 Rama9 嘅夜市同埋 Asiatique 喺呢個河邊。非常之有名，但係咧其實呢啲都屬於觀光夜市嘅。咁佢哋有咩特點咧？就係好多人去嗰度打卡啦，可能去玩下遊戲啊、食下飯咁樣。咁食嘢方面當然都非常之唔錯啦，但係好多時咧都係注重遊客嘅口味為主，就唔係真係食到本地泰國人嘅味道嘅。本地人嘅夜市有啲咩代表咧？咁第一個咧就係 Lat Phrao 嘅夜市啦，同時咧 On Nut 呢一個喺 Sukhumvit 都會有佢哋嘅 Night Market 嘅。仲有就係可能係再接近一個街市情況嘅夜市咧，就係呢個 Klong Toy Market 啦，24小時營業，有熟食，亦都有一啲新鮮嘅食品啦。咁呢啲就係本地人先會去嘅夜市啦。咁佢哋有啲咩嘅特點咧？就係所有佢哋本地人放工，跟住咧佢哋就會一家大細去食飯啦，咁同埋去嗰度消遣休息啦。咁呢啲夜市附近嘅地區咧，其實先係本地人中意住嘅地區，冇咁多遊客，租金樓價冇咁貴，其實係非常受本地人嘅歡迎嘅。一個區入邊有本地人嘅夜市咧，代表真係有人住啦。首先，同埋咧係會有一個非常之穩定嘅消費力喺呢一度嘅，就唔同一般嘅觀光夜市，啲人只係去嗰度旅遊啊觀光，咁呢啲遊客走晒咧就冇啦。咁所以咧，正正就係呢一個有社區凝聚力嘅本地夜市啦，先係支撐到當地樓價有升幅嘅主要原因之一。真實嘅租客咧就代表空置率低啦，空置率低咧先會俾到你一個穩定嘅現金流，有穩定嘅現金流咧先會係一個好嘅物業投資。咁以下兩個地區咧，其實就非常值得你哋參考啦。咁第一個想同大家介紹咧就係 On Nut 站呢一個地區啦。咁佢係會有呢個 Night Market 去支撐啦，同時亦都係沿住 Sukhumvit Road 嘅。非常方便嘅一個地點，入場價唔會太貴，大概百零萬港紙都會有一個一房單位。另外交通亦都非常方便啦，你行路咧就可以去到 BTS 綠色線，去到 Sukhumvit 唔同嘅站啦。投資回報咧非常之好，因為有外國人加持，外國人係非常之中意呢一區，因為佢哋方便，並唔係因為佢哋豪華。第二個地區咧就喺 Bangkok 北邊啦 ，Lat Phrao 呢一個地區咧非常受當地人嘅歡迎嘅，佢都有 Lat Phrao 嘅夜市去加持啦，再加上咧 Lat Phrao 都有好多新樓嘅供應嘅，所以咧其實咧本地年青一族，即係佢哋可能要喺 Satun 啊 Rama9 翻工嘅人咧，都係非常中意 Lat Phrao 呢一個地區去居住同埋買樓。咁投資回報率其實大概都係5至6厘左右啦，但係樓價咧就當然會比 Sukhumvit On Nut 低少少，可能100萬港紙都已經可以入到場㗎啦。呢兩個地區咧非常值得大家留意嘅，當地本地人啦、外籍人士佢哋都會考慮居住嘅地區嚟嘅，現金流非常穩定，同埋投資回報咧亦都係非常之可觀嘅。所以正正就係我啱啱所講嘅原因，點解夜市旁邊嘅地區咧都非常之受投資者歡迎，就係因為有夜市先會有人。有人先會有租務市場，咁有租務市場咧，你先會有一個穩定嘅投資現金流嘅，大概100至到150萬港紙啦，就可以喺本地人非常中意嘅夜市附近區域買到一個物業去做一個5至6厘嘅投資回報，你自己諗下值唔值啦？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泰國當地房地產市場嘅資訊啦，歡迎 follow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內容嘅話咧，因為我自己都有自己嘅 IG account 嘅，咁都歡迎你哋去 like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account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